有潛在嘅危險。所以我哋希望全力推進喺日間進行搜索嘅進度，盡可能利用日間有日照嘅時間進行最高效嘅行動。經過火災之後，好多樓宇、好多地方都係昏黑晒嘅，成屋漆黑，現場冇電力，冇正常嘅照明，現場嘅工作環境相當惡劣。即使喺日間有少少陽光嘅情況之下，由窗口進入嘅光線係已經唔足夠嘅。如果唔近窗口嘅地方，或者喺屋入面嘅角落嘅位置，光線更加不足，影響我哋嘅搜救嘅進度。系統大大便利咗我哋嘅工作，情況會好一啲。但如果直至到今日嘅下晝4點鐘咧。最新嘅遇難者數目咧係去到146名㗎啦，咁而我哋都唔排除咧嗰個死亡嘅個案咧會上升嘅。今日 DVIU 嘅同事咧喺上址咧係揾到30具嘅遺體啦，包括咗咧就係有12具頭先我所講消防同事較早已經發現嘅，而另外咧DVIU 嘅同事咧亦都喺其他嘅單位咧揾到18具嘅遺體。英雄殉職的消防人員，我聽那個聲音，我哋會講話，لا حول ولا قوة إلا ب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أنت سبحانك。